屏东县政府推出金纸减量的政策，设计金币来取代金纸，望国民党和民众减少烧金纸的量哦。今年是有17间的庙寺来配合，咱做伙来了解。信众双手合掌求神明保庇，侪民众来庙寺参拜，除了烧香，阁会烧金纸。即马伫屏东县的庙宇，通看到这种金币。民众拜拜时，若是无烧金纸，会当改摕这个金币，将金币过香炉，摕转去厝内面保平安，减少使用金纸的量。屏东县政府今年推动以金代金的政策，朱den强去年6次办，信众是表达认同。鼓励大家讲，卖烧金纸，啊用金币来代替安尼，大家应该搁较有迄个意愿讲卖烧金纸安尼。外面内底是以1000金。尾啊减价剩100金，所以对敬用的部分、对民俗的部分也无改变。包括朱den强，屏东今年总共有17间庙宇配合以金代金的政策，唔但减少金纸的量，嘛推动一间香拜转炉。屏东县今年按算法国10分的开运金币。根据环保局的统计，一个金币会当减少70%烧金纸的量，估算一年通减少21公吨。那5000枚安尼算起来，减烧金纸造成的空气污染吼，咱就会当减21公吨的空气污染。所以对咱的环境是真有帮助。全屏东县总共有1700间的庙寺，政府伫1809年推动金纸做火烧，成果袂歹。不过去年烧金纸的量有1200公吨，超过金炉通负担的量，所以今年才会用以金代金，希望通改善民俗文化造成的污染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，屏东报道。